Hello Seattle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譚嘉怡。嚟緊11月1號晚上6點鐘咧，我將會喺 Night Market 度同大家見面。到時我會有少少嘅分享啦，同埋唱歌俾大家聽。希望到時見啦！好，哇，好開心啊！今日好熱鬧啊！睇下先，你哋食咗早餐未啊？食咗啊！我都愁看殘紅亂舞，於花地觸到風，難夠垂頭淚湧，此際很願朦朧，愁緒如何自控，比愛都一樣痛，情意如能互通，想分不必相送。即係就會覺得啊，應該係有一個神喺度，但係就唔知係咩神咁樣咯。咁但係我屋企咧就係一個好迷信嘅屋企嚟嘅，即係爸爸媽媽啊、我婆婆啊、嫲嫲嗰啲全部都係拜神，又有啲土地公公啦，又有啲神主牌喺屋企啦。咁呢個都係亞洲好多家庭都似下你陰光，照亮我心房，不會再驚慌，為你奔走飄遠方。那個黑燈光靠在你身旁，仍為我擔當，讓我隨裏得釋放。榮耀中這歸於你讚美，你溫馨親切細膩，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，一生都銘記。其實人生我覺得真係好短暫，即係頭先唱呢隻歌嘅時候，其實我都有諗翻起喺爸爸嘅床邊同佢傾偈嘅嗰啲時間啦。咁其實自己真係會好唔捨得佢嘅，同埋喺嗰段時間。迷失漆黑中，他總把你牽掛。回家，即使新世代全然皆冰冷。在這屋裏有主的愛，別再怕。在這屋裏有主的愛，不要害怕。祝福大家 ，thank you。呢個時間交俾小公子團啦，俾啲掌聲我啊！咁我哋就可以由10點半到夜晚。大家記得要嚟呢個感恩節聚餐。Thank you。哈哈哈。